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北。很多聊到龙眼甲阿爸妹当作该种盆吹类似咯，了大尾系南桥该种了向，有安那福利协会就用安用该组织安用法通提供龙眼甲当二十条，大家做咧强下照顾，强下咧生存哦。 客家电视台呢，其实今年土有许多地区咧采访，去到该创造基土，因为出名台北规划的年两3礼拜，会好好咧深入讨论，了台湾拄多经累经路，安用个情况，了到老人家，去到会做好照顾，到底政府做咧用个做呢？基本呢，因为系对到咧，大概南桥个重了向，系全南桥水路个向市，对咧探讨，用我讲了个老人家都撒起，做咧七家咧强路次路，也系当从样议题，下个礼拜呢。 因为其实都重用来探讨那个政策负面该讨论方向，因为你下头影片去到讨论现场，同大家推广。开会了！天天讲头咧，度咧下讨论个现场哦，大家看到哦，安到印度咧度现场咧关心了张议题哦。因譬为大家少界里边，提问的少界呢，系南投人政府那个社会主管科长李志宽李科长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听友咧本年少界系我们卫福部社家属的副组长陈美惠陈副组长好。大家好。 接着呢，介绍是在民间，他从事社工的专业背景，在 NGO 组织也服务了将近有10年资历的我们的社工。介绍是吕新杰，新杰你好。大家好，我是吕新杰。欢迎新杰。因为咧都系南投界种了乡，了偏又动到界行业哦，所以才提因为界客家种培，大家好。客家看到呢都了培哦，今天呢还有我们远从台中过来社区关怀据点的这个社区也来这边做观摩。台中的朋友你们好。 其实呢，大家其中都了特别讨论就是，七家嘅生法，个为咧，讲到了台湾哈，系龙眼龟啦，它老化的速度这几年来非常的快。我们看到 WHO 的定义，什么叫做老人？65岁以上的就是龙眼咖哈。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人口， 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7%，我们称这个社会叫做高龄化的社会。那超过14%呢，我们叫做高龄社会。那超过20%，就是每5个就有1个是老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超高龄社会。我们台湾的老化指数非常的快。我们在民国82年的时候，老年人口比就是7%，已经到了高龄化社会。那一路发展呢，到现在今年是104年，大概是13%左右。但是我们老得很快，预计在106年就会来到14%，也就是正式达到高龄社会的门槛。那将来这种超高龄社会什么时候会来到呢？预计是114年，那没有几年的时间哦。那老的还继续更快咯，老人会越来越多。到预计139年的时候，老人比就会超过30%以上。那现在已经超越了现在的高龄社会的分级，那是不是超高龄？所以了解，你好，老人台湾可能会拄到个人口结构问题。 我们台湾有368个乡镇区，好，我们好奇的是，当我们现在每大概7个人之中就有1个是老人家的时候，我们这些老人大部分是散布在台湾的哪一些地方比较多呢？我们看到哈，我们来做65岁以上的老人比的排名，就是这些占比比较多的乡镇是有哪一些哦？看到我们排出了前20名，其中看到第1名是在新北市的平溪区，第2名呢在这个高雄的田寮区，哈。 那其实发现，其实也是26、25，间距都很小。那看到其实我们客家种第3名的苗栗诗坛，第5名的新竹峨眉，第15名的苗栗西湖，还有第16名的高雄美浓，跟第13名的花莲凤林。副组长，我可以先请教一下吗？老人多偏乡哈，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要正视台湾老人的问题，要给他们好好的照顾，发现来自他们族群散布比较多是在偏乡。 有没有观察到，在偏乡或在农村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强烈的需求会是什么？依照我们自己在102年的老人生活状况调查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得到，其实老人家他们提出来说，他最担心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健康问题，对，好。第2个是经济来源的问题。
第三个是生病的时候谁来照顾我的问题。哦，所以他们跟裁员跟人力都有关系。是，那当他自己心理方面的需求也要被照顾。是，哦，是这3个。先谢谢副组长。我问题请教一下我们南投县政府哦。我们讲到南投最老乡镇，其实横跨几个客家的乡镇都在里面。第一名就是我们中寮。那请教一下科长，在我们南投，在我们这些各地的山区的偏乡，现在的制度现行的对老人的有些什么样的福利照顾呢？失能型的部分，我们透过居家服务。透过那个日间照顾透过那个餐饮输送的方式来处理。那健康型的部分，好像中寮乡的龙眼岭协会，他们做的是健康活力站，就是日托型的，还有社区关怀据点。这5个照顾产业中，是目前里面中央跟地方开发出来的一个现行的一个照顾政策。那未来会随着人口老化程度，提升不同的一个福利产品。那像这样3大方面来做老人福利的工作，一年的预算，你们县政府大概是多少？我们目前里面在老人福利的部分在照顾的那个领域的话，大概提出将近8亿经济生活以外就有8亿的一个照顾工作。那这个普及率高吗？目前里面在南投县的比较特色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的交通因素，所以我们很早在921之后就已经发展社区照顾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的布点还有的服务团体在普及率跟其他县市比较起来，普及率比较高，网络也比较密集。哦，是这样，谢谢科长。今日咧都了解无？因为特别讲到了解纽安那个福利协会，记到是一个财体界啊民间团体慈善组织，记到7个发信咧做到大体统了后，主心是咧为那个老人家送村，还有呢办那个老人人健个你失调个照顾中心啦吼，还有做各种介父母。你今日咧到两边都咧讨论，实在为本社区个老人家生活到动好，会做到哪叫条件？先透过下辈少界了个纽安那福利协会去个运作情况，个继续来讨论。肇兴酒店纽安那福利协会个共享座客开始冒汗、切脆瓜、洗玻璃脆、切成年瓜。做客运动到，吹吹热热分工合作。做跳档有2只台幕，顺跳还有1幕。风当当个3千牛，连日时炒脆瓜，还有5香豆腐滚。散步强下快活，呼噜噜一枪下盼闹热。特别注意就是注意食材安全，搁爱煮较烂，菜爱切较短，然后食较吞较会落。找金主也开始种盘，实的是6月，是5村嘅老人家，大部分都有7家嘅偏动下物咧。了大要嘅工作人员也系相对穷人怕困难的人，大家强心为社区嘅老人家咧做事情，做起来像特别有心求感。哦，伊啊，找他咯，伊啊，就多找你遮来，就阮总干事，迄阵入来遮做，就到即阵啊。你地动了，地动遐到即阵啊。安尼条都要10年啊！食饭的老人家嘛，愈来愈多啊吼。嘿，因为老岁仔，因为咱遮办了真好啊。是6年内紧上紧倒，了下人日至少会上200只客家。了大要都该冒汗，那我一片个社区发通中心，老人家也当冒汗。社区空间法律则。拜日到拜5上班日，老人家都会累了接受照顾，当然都有安排，最多嘅系运动，其他还有温控、白土以及游戏。了大部嘅老人家平均系83岁，90岁下家嘅也极多。就是要先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有他们的愿不愿意来参加，因为这很关键。因为有些老人他就是习惯待在家里，或他习惯去山上工作，他不见得愿意来这边，那就是要先让他有兴趣啊。问问老人家，你到了大要当日打卡上班嘅感觉係用嘅先。較多時點啫，較感覺，大家較叮當。你好累了嗎？真好哦，冇來就冇了了，係啊。表天有交朋友嗎？交朋友啊，有啊，你按就朋友咧。不過看起來係什麼下到嘅，因為男性嘅老人家總係下降減少。因為大家都愛工作啊，我無咧工作啊，食飽佚佗爾。
云塘村未要咧，老人家强下去种菜，大专法通中心室。10分依然眼皮边做咧种菜洗半钟，老人家懂得影响和派人热了，拿出七个分包下尾，一个种菜，种到嫩嫩。大家白白草呢，一片搭最久，一片湿，你想独家撒去用路，一枪就很安样。大家是越活越久，可是我们的女性寡居、独居的现象也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子。我们又不想独居，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来思考一套模式？我们彼此互相照顾，然后我们彼此能够快乐幸福的一起老去。到沙去强路，唔离开熟悉的蔬菜，又有大地新应该去起体内和边边，也可能就会到台湾，大部分嘅老人家最想会过嘅日子。你跳过两篇都发现，如果说有一个具体的作为，真的可以把老人拉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活动当中，得到比较周全的照顾，心灵方面也得到很大的补强。问题应该有请问你采体，那个因为那协会改总公司啦，这个组织其实已经从大地震到现在运作了16年了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或者是起源？看到这样的状况，你们就这样矗立来形成这个组织呢？地震以后，看到他们有的人就单独在吃泡面了，吃泡面了，老人家。所以说我发觉到说，哇，假如年轻人出去的话，那连这些的老人家的照顾哦，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老人家如果在乡下哈，如果没有小孩子照顾，他就随便吃，随便喝。对呀，对呀，生活条件就那对他们的身体也不好。那所以说我感觉到说，这些老人家哈很需要照顾啊，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说，好啊，既然我当村长的时候哈。地震以后第2天就开始做全村共同开火嘛，然后就共同开火结束以后就延续下来，就帮他们做老人家到共同的厨房来做公共厨房这边来吃饭，然后呢，又发觉到说有很多老人家不能来啊，那就说好，不然的话就请做一些煮菜我们做一些志工妈妈就既然没有来我们就帮他送餐好了。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协会的经理卓经理，你好。好，谢谢主持人。你好。跳下总干事讲，有上寸不容易加薪，你行一条做到嘛个规模啊，会使上本几多人的钱哦。你看一餐一串大概100个上下，不一定那每天送2餐，中午跟晚上。假日有上无？赶快有上，拜6礼拜赶快上2顿，可以等于讲是全年无休。那一年送下来，你们送出了几万个便当？目前统计到去年，拢总上出去它180万两，180万颗便当出去。谢谢。那这么多年来，你们有没有大概统计一下服务的人数有几个人次呢？服务的人次目前大概还有大概185个人次左右。但这个人次有的会变动，人会老去的，会那个。那过去的老人农村种海这些老人家，或者说实在早上就是坐在门槛看太阳出来，看太阳下山，顶多养一条老狗跟他讲话，就这样子，没有什么乐趣。那老人家坐在那里开始想东想西想西想天想地。所以你们有个活动把大家拉进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容就更比较丰富一点了。好，先谢谢卓经理，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请教。其实欣杰听起来很感佩，我们看到影片，看到也许我们是今天才接受到这个讯息，可是人家已经做了16年，每一年都这样在做。我假设一个问题请教你，如果把这个组织在地方上所做的耕耘整个拔掉，现在的政府体系他们施行的这些不管是法令的细则也好，这些服务会落在这边吗？老人家的待遇会跟现在一样吗？你观察到的，现在我们在地安养这一块。如果没有民间组织这样做，我们现在的政策上或者是我们的政府上有没有做到还不足的地方？像台湾目前台湾长期照顾服务法也才刚刚通过，然后长期照顾保险法还在审议当中。那可以发现民间其实比政府的政策其实真的早蛮多的，跑在前面这样。对，跑在前面。所以其实台湾常常很多的，尤其是社福体系的东西，都是民间发现，这个有需要，社区有需要，人民有需要，然后民间有一些力量来推动，然后才慢慢由下往上去提醒说，那其实政府是不是应该用政策来调整，让民间的工作更
更好做。这是我们长期看到，其实在很多不同议题，不是只有长期照顾议题，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好，谢谢。我们以中寮乡今天录影的位置来做例子来讲好了哈，在地的养老资源是靠几个单位或有哪些面向撑起来？原则上，老人要生活的快乐无虞，大概5个面向：照护、住宿、安全、生活品质到教育、细 Q 量5台吼。分别从中寮来看，我们照护有现在的有居家照护啊，有送餐，有3失老人、失智、失能，还有一个是失医，对不对？所以3失老人我们就有照护部分。那像住宿，有所谓的这种安养照护的长照机构，这私人机构做的比较多。那安全呢，尤其一个人住在家里的老先生、老太太，特别需要这种紧急救援的连线，也有一些慈善团体在做。生活品质比较全面向的啦，哈，各种都要被照顾，尤其是关注点在健康。所以我们的健康站啊，或者是日间照护啊、关怀据点等等等，这些有龙引领协会，还有一些慈善组织在做。教育的部分，老人也要一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在心灵的这个层次可以比较丰满一点，包括一些什么活动啊，乐龄学习中心、教育局跟教育部都有在做这样一个在地老化要支持。目前看起来这个光谱还算完整，在长照法现在已经通过，但是是后年才正式实施。可见过去的所有我们推动的长照10年就有这样的规划。那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设计，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这几年做下来，大概的成效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不要靠长照法，已经做得够充足、够完美了吗？还是说有需要地方是长照法要来补足的？其实根据我们的调查，大概70%左右的我们的长辈，其实他认为政府最应该协助的就是能够让他们在地安老。他们就是觉得能够生活在自己最熟悉的社区。那您刚刚提的这些呢，除了比较属于长期照顾这一块是私人的部分，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长期照顾服务法主要是针对私人的部分，私人的民众。那其他的部分，刚刚您这个图上看起来比较是属于健康、亚健康。所以现在在政府在推动的部分，就是私人这一块呢，当然国家责无旁贷，必须要去照顾它。但是在健康、亚健康这一块，其实光靠政府其实是不足够的，所以要靠民间。那刚提到这些，其实不管在公部门、私部门，其实都有投入相当多的资源在这一块。我们希望除了私人要照顾以外，是不是可以从健康跟亚健康的预防的部分，再延缓它私人的时间？所以其实你们也有考虑进去，不过现在政策的这个聚焦比较大的主力还是在对失能的这个全能照顾。其实这边规划都有，看起来政策设计都很完整，但是光是交通这样子的不便利，老人家出不来，要送餐要送进去也很困难。这些具体的细项，南投县政府看到了吗？是怎么做的？社会福利的照顾很重要一个叫可近性越近越离开越离乡亲越好的一个照顾模式。对啊。那交通其实是不得已不得的一个措施。如果交通占了很大的部分，那我们宁愿把这个把这资源放在部件那个点中心的一个点，让整个乡亲能够来贴近它这是我们。那你的意思说，将来我们包括整个南投不止中寮，像龙眼林福利协会这样的协会会再多几个？民间团体目前里面比较从事于照顾的团体，包括红十字会，包括伊甸，包括龙眼林，其他的团体目前都没有进驻到这个一个中寮乡进来，所以我们要吸引民间团体能够进来的，唯一就是要帮他们找到一个拓点的一个中心那伊甸同意今年在明年在南中寮这边再做一个拓点因为伊甸也是比较侧重在失能型的照顾的一个那个全国性团体。所以拓点都是你们的工作嘿？拓点是政府应该一个部件的一个政策发展。你来跟人家讲要做，会做嘛该做嘛该做，动作会该做，你是挑该照顾中心啦会做嘛该做嘛该。请问你安东烟困下来你采提个录音架，记到最欠嘛该？因为从921呢，刚才我们的总干事也讲过了，这年轻人呢，他一直都外流，那么呢，这一些老人家呢，他怎么办呢？他根就是留在这里，他必须从这根去求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怎样加强给他？我时常在想，怎样能够提供一个精神食粮。所谓的精神食粮，说长寿2个字来讲，寿命长不一定是福气，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没有一个精神上的快乐，
那所谓你活到100岁，那你觉得我们中寮在地的这些老人家，我们看到坐在这边哈，他们其实平常生活是最缺乏什么，让你觉得说应该要好好来做些什么的？就是精神食粮。哦，所以他这块是比较空缺的。对。然后这个阿姨你好，我马上来跟你讲，阿姨都笑眯眯哈。阿姨你精神真好哈。我请问你嘛来遮参加活动有几年了？哦，10多年啊。10多年。地动了，我就开始参加。哦，安尼哦。哦，大陆地动了，心情无好啊，大家都来遮来忙参加，安尼较快乐个。是，逐工都拢会来参加活动吗？大家真爱来遮参加，足好诶。自己系讲到某度七个碰孙呐哈，都还有是大概3起来照顾。今天其实我们有好多的乡亲是从台中我们的埔子社区来的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从台中来的朋友，今天为什么会来到遮来是要参观啥呢？今日吼，就参观咱这老人节吼。阮就甲亲做尔，做头真甲过尔。阮咧做的作风吼，阮遮的服务人员吼，我甲因斗服务。就是有一寡老伙啊，要食歹势。阮亲头哇7、80岁咧，阮遮的老伙啊，阮这团员内底拢65岁以上啊，拢会早时来着，透早来着，阮斗创菜啦，创啥煮咧安尼。一寡老伙啊，有诶搁进来，甲阮服务。阮今来讲，听讲咱遮吼。服务袂歹，阮要过来看卖，搁等下做参考安尼啦。原来是之前就有听过这个盛名远播，在这个老人福利工作上做得很好。我们先谢谢我们的邱理事长哈。好，其实我们虽然今天在这边录影，在场地上好像是局限，我们看到的是中寮乡。我们也再来看一支你走改新闻报道哈，看到布利该片，布利有一个广成里哈，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小规模哈，是由地方自己发起来照顾社区老人，自己的老人自己照顾这样的概念来做。我们要探讨的是，他会碰到什么瓶颈，他有哪些困难，或者做得不够周全的地方，是需要更强而有力、有资源的单位要介入来了解的。你现在看两团新闻报道。日后是年盘，天天的是老吹过本强雷，是体力很上高时就高起种。当然热度12点半，工商3起个农人家就会集中过来。俩大帽系今年正月份正式去用个西部沙汉家染起，咪系客家佛风。咱上路跳摆客种是台北盆嘅传统，就盆强下是相互照顾相帮忙。对乡同五里片就係是咱嘅老人家，係有客後生嘅見面，種盆菜送過去。長煮好燒落落嘅盆，一行肉、一行鵝，還有染蔥，都係老人辦嘅時都該種菜。那可能唔係罕見嘅大菜，唔過至少燒落落嘅，到倆大帽，老人家就係老人家來照顧嘅。一推送偏東嘅奧多拜，天天咧起出去咧。大到三腳下嘅義妹姐年紀大咧，23年大到老母，因為是對多個粗爽，行同變到動物里片。你阿牧師頭擺親大家人，我頭家嘅人六兄弟嘅，雖然攏種搬走，從我就講講，我帶你下好啦，下慣啦。那陣人家較涼啊，吼，人家地方較涼啊，大慣都會，我來我大家我唔慣個紅草。大慣老母啥冇體力go出門咧，當然是等人倆村掃落落個菜盆送來，還容易上家門一下。老人家是能盆，先管挑毒凍食菜。可是，日都要揾個菜，搭床都要揾個菜，攏要揾個菜，伊新鮮啦，唔會啦，伊好啦，你種先咯。種挑毒等期上村嘅土地農人又是三沙，當然無論落水就係出彈兒挑毒嘅上村過去幾條長肉盆，亦係講次嘅東西好食，還有熱地了外界嘅連結。感覺講哎，用不按下邊條條裡面啊。
大约到拜五，客家服风唔是签为了着紧紧需要人关心嘅老人家来共存，出体讲价部除了是硬体建筑之外，客家重要嘅系沙起大家有钱出钱，见面见嘴强下做先嘅。而张年顺下来，其实张万个的月，都都是可能一寸就是体的，不过都俩大无也单强做得是一寸体。偏向老人家嘅微信村而用而做到冲球，是廿呢。礼拜2日呢，出体食盘还是要马街，出体礼装还有马沙，还为马街挑选，将做的本老人家都撒去用路，还卡反之无反手。你透过样片看到，其实哈，就工商立安个里的来讲哈，他们里长自己发起哈，那地方社区里面捐米、捐菜、捐钱哈，捐献一些物资，集资这些钱，也开办这种微型的老人日间的送餐服务，他们大概服务的20几人。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原来做这样子给老人最直接、强而有力的这样子一个送餐，再加上关怀，1个月也只要1万多，1万多可能在台北是不是吃一餐大餐就没有了？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城乡之间的资源条件本身就有一些贫富差距上的不同。我们看到老人的需求，我们先不讲刚刚讲的什么心灵粮食其他的，我们讲的最基层的，先吃饱肚子，而且是有营养性的成分。我想请教副组长，目前哈在长照法现在当然在酝酿，不过我们过去来讲的话，针对这些部分，普及性是我们想要被了解的一点，是说这样普及性是够的吗？全台湾有多少个村里吗？大家知道咱台湾有偌济村里吗？哦，那更多了哈，7800几个，吼。假使讲吼，咱若每一村、每一里拢有一个据点，是毋是就无即个交通的问题？因为大家出门5分钟，咱就到一个据点，会当来活动，会当来食饭，吼。所以这即摆是阮一直在大力推的吼。阮即摆据点它2400个，吼，涵盖率才60尔，所以靠大家乡亲有力的出来，有钱的出钱，吼，大家一起帮政府，我们大家帮老人圆一个在地安老的梦。台湾挑过。假心眼内对老人家嘅照顾了部分可能做到还冇安大白，不过问题係呢個老人家會見落見到安到的時間，我們的政府是不是能夠在這個腳步上、這步伐上跨得更快一點、更周全一點，來讓這個照顧體系真的可以受惠到每一個人身上？你先協管下個準備，技術對你看哦，從外國嘅經驗對看，你個底用得做到很較好，先協管下眼皮個準備。大家各陣到出面台會嘅討論現場，你講到了個個人社會，你講到用路，其實上到你下讀國際吼，全球做到阿曼好嘅，第幾順係挑籤前3名之列啦吼。德國的這個養老機構做得很發達又很多元，他們全德國哈上下有12000多家的機構，那在台灣呢只有1000多一點。可他們現在開始轉進的是社區養老，就是說他們經歷過了20年的長照制度這樣走下來，發現老人在地老化對他的身心靈的健康都是有具體進步，而且有好處的。那台灣也開始在做，可是發現要進入到社區在地老化，重要的條件就是說，這個居家到府服務，這個照護能不能夠實現到社區來，就變成是一個支柱。你在看吼，到外國用得走，你台灣做得用得走。Ambulante Pflegedienst. Mama, Papa. Morgen früh um 8. Ja, okay, das passt gut. Ich komme dann vorbei zu Ihnen, ne? Dann besprechen wir alles. Ja, tschüss. 你係日間到白領綜合嘅居家照護中心，照護人員接到人客嘅電話，眼皮清出幾個感應資料，拿出1.5下嘅手機，登記行倉巴喜福利包，公司準備呢5推出門嘅差額，照護人員您能用。去到咧，你們先做好海頭，送手消毒一下。Hallo, Frau Jepsen, kommst du hin? 今年85歲嘅葉person行通5里片，下都會議事出行去來停休。其中嘅來兒，一個帶到白領離府下300公里遠，一個帶到法蘭克福，平均2張月轉來困幾100。冇府下人強下帶，按到歲嘅葉person生活困起來是相當困難。不過其實，做了細細件溫馨嘅不下肚，結果了動好。Heute ist Mittwoch. Heute ist Mittwoch. Gut. 11:20 Uhr.
几家照顾人员当然都会来看1%，详细嘅记录，了解佢基本嘅情况，找时间帮佢食药嘅，也会留佢答最句。Ich bin zufrieden. Ich sage 3-mal am Tag kommen die Schwestern. Wenn ich irgendwas habe, das helfen sie mir. Diese Zahl 100 ist immer relativ groß. Aber da sind eben auch Kunden bei, die nicht so oft angefahren werden. Und deswegen, nein, das ist okay so. Ich sage, das schaffen wir auch alles so. Ich sage, unsere Mitarbeiter, wir versuchen das ja auch. 照顾人员冇出细节，老人家自家带到屋下运用嘅掌安全，就疑是紧急求救系统。1%虽然为大能见时器，所以欠下去，众多屋下别个界对讲机，就会有专业 M 机系统技然。Vitag Notruf, mein Name ist Linda. Frau Jepsen. 几家照护中心有18个照护人员，负责了30公里之内大约230个老人家，用门对门嘅方式亲密家庭提供个人服务，要用紧急求救系统密密麻麻做到24点钟嘅照护需求。两次大战都大数嘅国家，拢里拢来，啥动作起起来。变做欧洲嘅经济复杂嘛，遇到开发国家人口老化问题，唔系一下就有强势嘅。20年前考虑了重启照护法度了下，经讨论、经同意，建立了完善嘅福利制度。国民未抢两腿，培养了好嘅养老观念。对德国人来讲，老人家嘅重启照护切对唔系单向如何议题，还卡系生活品质、老人生价值嘅议题。老两个想法，用到机构、老几家照护之中，就看出来，用一讲几多个老人家都系溃疡消灭。而家全世界都唔是经历过嘅超级老化死退类嘅，那个价钱但得1年上到喊卡多。款的养片问题，我想先请教欣杰跟你讨论一下。这是我们去德国采访，发现他们在居家照护这一块，政府的大力的补贴跟支持，让他们老人在家里是无后顾之忧。你以台湾现在的现状，从我们中寮乡也好，还有你这样在这10几年来看到，如果说我们台湾要谈在地老化，真的让老人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安养终老，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啊？我自己观察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可以分3个部分。第一个是人力的缺乏，比如说像这样子居家照顾员，你一天顶多可以服务大概5到8个，就非常多，就他其实就效率算非常好。那但是如果说你待在一个机构，让不同的老人来找你，他一天可能可以服务10几、20个、30个，所以要出去这个人力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人力。那要怎么训练人力？就是需要钱，需要钱来训练这些人力，然后让这些人力能够待在这个产业当中，然后去健全这整个照顾体系。它其实是需要花非常长远的这个时间来建构。可是需要这么做吗？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个是去健全在地老化、社区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你如果要让老人能够待在家中，你要让他周边的系统是可以支持他生活的。当然，就第2个就是财力。财力的，就经费的部分，经费有没有办法来建构这些服务？因为像台湾我们的社福预算虽然越来越高，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像刚主持人有提到的残补式津贴发钱，就是发钱让大家觉得，我有被照顾到，但这些钱如果可以拿来做，比如说训练这些照顾服务员，然后或者是说，来健全更多的日照中心、日托中心，其实就是服务这一块得加强升级呢，哈。是，而且它的必须更加的密集，然后它是更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第3个，我自己觉得刚刚这个影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提到，而且是台湾现在比较缺乏的是这种所谓健全的养老观。所谓健全，就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身心灵的部分，你心里快不快乐，跟你的身体健不健康，然后还有你有没有满足你现在生活的状态，我觉得是台湾比较缺乏，因为大部分我们我长期接触到一些老人家，自己对他自己老化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想象的，他不会想象说我有朋友有怎么样，他有一些期待或是希望。通常老了
尤其是像我自己家里的奶奶也是，她就大概你鼓励她出去，她没有那个跟人社交跟互动的欲望，其实对她自己的心理健康来说会有很大的伤害。这可能国情上有点不同哈，西方人可能很健康的看待老化、生死这件事情，不过我们哈中改龙音刚好可能比较讳疾忌医，比较不愿意避谈老死哈。是。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其实我们的长照法跟长照保险法正在讨论的这一些，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台湾高龄社会需要的这样的银社的这个资源。那但是还没有在正式做之前，在过去我们讲说所谓的长照10年大法、长照10年计划，9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哈，它遍布的有这样子在10年之内要做的各个点哦，包括什么照顾服务啦、居家护理啊、社区式居家的附件、买辅具啊等等等，营养餐饮、机构式照顾、交通接受跟家属照顾病患的这个喘息服务都有。这些看起来哈，在过去10年也是花了好几亿在做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副组长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看到德国的经验是他们的社区在地老化很重要一点，就像我们欣姐讲的，是要很绵密的这个照护员可以进入到地方，就可以让他无后顾之忧。不过我们长照10年计划走下来，接下来迎接第2阶段就是长照法了哈。这样子做，这些年来在地方的实践上，你们觉得做到了几分？长照服务法过了以后，第一个，它的服务对象扩大了，失能者都可以进来我长照服务法的范围里面接受服务。第二个，长照服务法里面有特别设了一个长照基金，目前的规模预定是120亿。那这120亿就是像用在刚刚欣姐讲的人力的部分，如果有一些偏乡人力不愿意进来，我们是透过可以提高他的薪资，好有一些诱因可以让年轻人愿意进来到偏乡来服务，或者中疗乡像刚刚提到我缺了机构，那是不是我用什么奖励的措施，有人愿意在这个地方设机构，让一些不适合在居家或社区照顾，一定得到机构去接受照顾的，他可以到这个机构来，好，所以它基金的用途是这样。那长照服务法里面呢，还特别对所谓家庭照顾者，除了我们现在提供的喘息，将来可能有一些咨询啦、辅导啦、心理支持，让他可以得到更多元的服务。好，所以照刚刚我们副组长这样讲，我们整理这样子一个图表资料，让大家比较一下哈。我们台湾重视长期照顾，针对老人的长期照顾相关立法，过去我们讲97年开始就有的长照10年计划，今年第8年，在2年这个计划就是要圆满告终，要退场了。接下来可以接着就是我们在今年5月份3读通过的长照服务法，它主要的法务内容呢是延续过去长照10年的8大项。那看到的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主要还是聚焦在失能的老人。行动不便，或者是有慢性病，或者是有营养上的缺乏，做这些项的相关照顾人员还有机构，都是如同您刚刚讲的，在这方面希望可以升级。那这些都要钱，我们欣姐讲了哈，第一个人力，第2个就是钱，第3个是正确的养老观。钱的部分现在5年120亿，当然在朝野上有很多的讨论，到底这样的资金够不够？如果不够，还是需要这个长照双法的第2法，长照保险可以透过这种大家来分摊的法则来给予供给。那我问题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好了。长期照护法是在中央讨论已经通过的法，具体放到我们地方社区的老人，有什么正面的影响，或者是具体可以照顾得到的吗？在地方上是有感的吗？我们目前里面在中央的部分它对于失能型的话有长照法的一个保障哈。对。那南投县因为交通因素还有一个聚落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对于亚健康跟健康型的部分，在预防老化或是防止那老化的速度的部分，是我们的发展的一个策略哈。所以社区关怀据点，还有我们南投县全省特色的健康活力站有19个站，每一个站有将近40名的老人家。南投有19个，19个那个健康活力站，就是全部健康的这个比较高龄的部分在南投县。那未来在长照法要做的时候，还会再更拓点吗？有没有预计要拓点到几个？我们分了2个资源我们把那个社区关怀据点目前他们对于介入服务比较多的品项，包括交通、餐饮还有那友善关怀跟照顾有这个经营形态的。社区的话，我们再会辅导他们提升到健康活力站。那个当然老化速度在南投县算很快速所以目前没有设定说上限的一个目标。
但是会一直把预算跟精力放在这边去成长那样的据点的数量。我们是接轨那个长照服务法在健康跟亚健康部分的话，因为是属于地方需求跟特色，这一定来做一个优先发展。其实可能养老从个人来讲，到社区，到整个国家国民。都是一连串的所以我们可能单靠中央或单靠地方县市政府做是不够的，社区还有老人自己本身都要出一份力，才有可能让养老这件事情变得更圆满。刚刚我们讨论到一个重点，发现说，当然钱我们讲长照就是3M 嘛就是 money， 都是永远的 money， 都要钱来落实。但是我们就要想好说，假设在没有那么多财源好开发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多做一点事？如果要不然都只是仰望钱从天上掉下来，可能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做不成？所以人力的增补跟激发，到底我们怎么找照顾老人家的这个人力才会有？今天来自台中的，我们有志工队的队长，我也请教一下哈。你好，你好，这个照顾老人的这个人力很重要哦到底我们在地方上找人力碰到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大家的吗？像我们那里阮就是因为做出来，互大家感觉讲阮的足有活力的大家足快乐的所以讲有真侪人伊就会来参加过来就是阮的里长嘛就是阮的理事长伊会麻烦邻长落去分一寡单互遐讲有兴趣也是有爱心的人来做安尼。以我们目前的人力应该是够啦，因为阮的志工有40几个大家嘛就有心咯，阮拢就有心的阮阿爸以后自己也会老所以就大家一起来帮忙先来服务。好，感谢这里我们的志工队长，先谢谢。谢谢。我也看到我们这位先生，你好，麦克风，谈谈原来还有更老的地区可能其实我们中寮乡在内政部的定义算是这个长照资源不足的地区可是大家还是那么力争上游，努力过得好。你发现其实，在社区要养老，地方人的观察，现在政府要再推长照法、长照保险法，你觉得政府还可以再做什么，是对你们真正有益处、有正面帮助的？最缺的就是政府应该要立法把这个社区制度建立好。如果制度建立好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预行的模式。那讲到政策方向引导，我也请教一下我们农业林福利协会的现任理事长。理事长，其实你也是从民意基层一直上来的今嘛那真正背后老人家的生活都更面面俱到。今嘛应该做得还蛮好的蛮好了。可是希望将来再做更上一层的阮农业林照迄个送餐，就是讲，因政府大部分有诶补助拢中昼一顿，暗时无，拜六礼拜佫无送。阮若对阮总干事讲，阮是千年无休。阮就是讲，咱遮个地方诶少人较欠，伊就中昼若送一顿便当，伊暗时就凊彩食。就在吃剩菜。阮就是讲，拢中昼甲暗时甲拜六礼拜，阮拢送。所以讲，阮就是作处理诶，就是讲，爱大家去拍拼去募款，无政府补助诶，敢若一顿尔。这点希望政府假如要做，是不是连暗时拜六礼拜？这希望政府这点甲阮关心一下。是，好，谢谢副组长，请教一下啦刚刚你跟我们罗列了很多，其实我们政府现在做的既有成绩，但是现在这么多年来，其实地方有一个声音，就是说我们的长期照顾法的相关的面向，没有那么真正深入的落实到社区。可能你们会对这样的说辞含冤怎么可能？我们做那么多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吃了一餐没有第二餐。我们的老人中寮乡就有3000多人，现在农业林福利协会的也不过只服务了1/10，其他还有2000多人。这些点的扩增，还有老人个体真正的这个比较全面式的需求，现在我们有长照法在准备做了，我们好像有一个新希望可以期待。我们将来在既有可以再怎么深化，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创新的服务，是让他们在这个时间的转折点上，可以更值得欢喜期待政府政策的吗？好，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刚刚其实大家有提到核定跟服务的空窗期我想科长在这里，虽然核定比较慢，通常我们时间在核定补助都往前，从你申请的时候，只是因为行政部门真的有一定的程序所以刚刚也有观众提到是说要不要立法，这有两面，一旦立法以后变成制度，又是一个很没有弹性的一个制度要走一动看一动，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说让大家其实
社区发展协会，或是像龙眼你这样的协会，其实是我们台湾在乡村地区最有活力的一群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推据点的时候，希望可以把以前我们那种社区凝聚的意识，再让它重新发挥出来，在地人照顾在地老人。那刚刚大家提到，比如说你送餐要一等并两等哈，我还是提到以裁员的问题啦哈。啊，这也爱讲吼，政府出一部分，啊民间出一部分，啊大家做伙来照顾咱的老人吼。那拢全部要靠政府吼，安尼有可能吼，在原的部分真的是要再从长计议。那为什么长照服务法里面它要设基金？好，自己服务提供的方式，到以后其实大家都可以再来讨论什么样的方式对老人家是最好的。是。那我们还要讨论到今天一个议题，就是说长期照护、安养终老，除了是说失能的这一块，我们看到哈，全台湾的老人300多万，这个失能比例将近80万人，也就是后面有80万个失能家庭。现在是我们过去的长照10年计划跟未来的长照双法努力在聚焦的这一块，但是我们可能也不要忽略这个黄色的一大块。就是我们的健康老人，可能退休后还有自理能力的，或者说稍微他们一直在讲的亚健康，亚洲的亚，就是次于健康的，不是那么活力蹦蹦跳，但是呢还能够自理，没有完全失能的老人。这些人他们还有很明显的知觉感知，还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所以他们的生活的健康如果都能够预防性的被做好，可能就是我们的政策要考量到的哈。那我们再来就是刚刚欣姐也透过看德国的采访影片。提到了，想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也可以再另辟一节来讨论的，就是说，我们从长者这样子的健促计划来看，从个人的身体一直到家庭居住到社会环境，我们要做的这种前端预防的功夫，我们常常在台湾谈到长照，想到都是医学角度，就是别再生病啊，哈，身体的失能要照顾好。那可是，在国外我们发现他们的例子是更注重生活品质的。所以欣姐一再提到，如果说我们老人要快乐终老的这一块哈，其实在精神层面要。如果将来真的预算也过了，预算的一部分是不是应该这个心力跟钱财也要拨到这边，做好前端的健康管理也好，还有老人的心灵层面的满足？你觉得在具体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欠缺什么？我觉得在老人的这个社交上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很多老人家其实他自己的状态不太好，其实常常是因为慢慢退化，其实退化越来越快，其实就是因为待在家里看电视。然后他的知能啊，他的很多感知就会慢慢的退化。那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像我之前也有出国参访一些老人的机构，他就会发现说，他去塑造一个大家愿意走出来的这样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怎么个塑造法？那其实是真的是需要透过民间跟政府的一个比较长远的愿景的想象，方向要有。对，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民间对于现在长照服务法有比较多的疑问，其实是在于说，好像没有看到一个愿景，比如说我们期待说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向，或者是全部人可以一起往哪里努力，那个蓝图、那个愿景，我们对于在地终老的这个想象，其实还没有深入到我们每一个的政策当中。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需要非常努力去实践，然后也是需要必须透过教育再教育，从小的教育，让大家去认知到说我们退休之后其实是可以过怎么样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做比较彻底、比较根本的一个把我们对于老化，这就是等于好像越来越没用了这样子的概念的改变。所以观念一旦改变，可能身体健康跟着改变。那卓经理，你有何困哦？老人老化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感触哈。你像我们龙园福利协会哈，我在协会家有一句的顺口溜啊，我庄主任讲的，我是一群啊50、60岁的人，带领一群40、50岁的人，照顾一群70、80岁的人。就我去把这个特别95岁哦，会在这个今嘛我们试问，我俩想，那我若95岁，我有这个家不？啊，是不是有一寡这的人过来公家，变他照顾老人？传承人力，当然我们讲钱很重要，但是那个心，照顾的心怎么样激发？不是说有钱没有人做一样没有用。是啊，照顾的心非常重要。其实老人家需求并不多，并不多，很简单。我们老人就是洗衣服，他也不希望吃得很好，不需要山珍海味，他这样填饱住就可以。但是他心理上能够有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就可以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变成老人在社区，我们在做照顾这一块，就要注意到这个方向。
并不是说我2个便当送给他吃了就没有我们的事情，其实不是。送便当只是一个手段，要是每天去看他2次，照顾他2次，跨这类起床，生活上、精神上有的需求，重点在这里。是，谢谢。玉慧，你好。玉慧是我们福利协会的那个社工哈，第一个住在家里独居的这样的高寿的老人哈，我们把他找到社区来，你实际发现他们来到社区参与活动以后，跟他们独居在家有什么身心灵上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你觉得是老人健康的关键吗？我们现在政府如果说要把这个长照制度落实到地方来讲，这个预防，你是不是觉得是很重要的？也把你的观点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在身心里的转变，第一个是他们的思考，因为如果他是独居老人，他都待在家里面，没有跟人家互动的话，基本上他会比较有负向的心理，负向的，对，负向心理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或者觉得没有价值，我唔知要创啥，我就是吃饱就等多一天家里去倒位之类的。可是当他们出来到社区跟人有互动、有连结，然后参与课程，然后吸收知识、吸收一些新知的时候，他们思想会改变，他们想法会变得比较活跃。那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你的观察哈？就是现在政府如果真的要很努力在经营这一块，多办活动呢，还是有什么想方设法可以把这些老人让他们真正也能够接受到服务？真的要靠那个。拓点，因为可进性真的很重要。因为大部分老人他一定是习惯在自己生活的区域，熟悉的区域活动。你要他，比如说我们中心可能设在一个中心点，在行政区域，作业方便。那对老人偏向老人，他一定方便吗？他可能住得很偏，我们这边比较偏远的商区，他一户隔一户就要可能开车10分钟或10几公里、几公里的山路才会到邻居家。那这样子老人他有办法出来参加活动吗？那交通接送又没有，那是要他们怎么去参与呢？好，谢谢玉慧。玉慧讲到的一个点是我们台湾现在目前人口结构变化，虽然有学者专家研究认为说要照顾老人的那个点啊，最好是以学区的概念，每一个学区就有一个点。我们以前在推什么每乡镇1日托。368个乡镇要1间的，但我们现在只做到120间，那个距离还很长。那我们看到现在的小校，因为学生的人数少而被闭校，所以学校一间一间关。但是我们的出生人口变很低，但是我们的老人人口成长得很快，所以照顾小朋友的小学，因为人数少而关掉了；照顾老人家的老人小学，反而要越开越多。这个刚刚一再很多社工、很多的老人家都反映了，他们需要真正可以。规模也许可以小，但是机能要多的这样的点要遍布再遍布，让他们不用坐车，不用被人家背着出来就可以参加的这个。显然这块资源我们要再好好耕耘。其实地方都一再提到，最后我们再把时间请教我们副组长，希望在未来长照法通过可以更细致的顾到这一点。长寿不代表是健康，好，那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不管，所以刚刚我提到我们据点就是要继续拓点，那拓点呢，从拓点之后，我们从日托将来到日照其实我们现在包括日托已经有191个点了，好，不是我们刚刚讲120点是102点，现在已经到191，那最基本我们是希望368个乡镇，至少每个乡镇有1个嘛，然后再来继续把它拓点，并不是说368以后我就不做了，而是说最基本我们让每一个乡镇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场所，可以让当地的失能的长辈有一个可以接受照顾的一个地方。那我这边可以说明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卡哈，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在规划一个高龄社会白皮书，所以你看我们给4大愿景：健康、幸福、活力、友善。促进健康那一块了哈，对的，还是有在做，是有。好，谢谢美惠组长。最后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欣杰，因为欣杰未来也有可能要参选立委，在立法上他也希望做一点推动。现在有很多讨论是说，长照既然还是锁定在失能，其他大部分的老人好像现在还不是他们的业务区块了哈，那钱也就那么多。有人说我照顾失能的钱我都没有了，我怎么去讲说那些亚健康的？可是这好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到底在未来在立法的推动上，你会不会再有自己的思维要去做一些努力？这其实就是我希望去参政参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因为目前国会里面有这种社工社福的想象的概念的人，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多，但是这其实是跟全台湾的人民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哈。那我自己其实看后面这个健促计划，我自己就觉得这个健促计划有一个东西非常照顾预防概念，这预防观念怎么去建立，还有怎么去推动到，我们从小或是从中年开始就去思考，去看见说自己未来要怎么预防跟自己的健康照顾。那其实我觉得是这几年才慢慢在台湾形成的啦。对，那因为政策，然后还有包含是我们的社会教育的方面，然后还有跟整个社区的这个计划，比较过去没有把这样子的想象放在里面。那我觉得未来政策的拟定，其实我们要去看到那80%的人未来的生活的样貌，我们要去协助这整个台湾社会去看见，然后我们一起去往那个方向前进。那所以这个20%的人当然很重要，可是这另外80%所谓亚健康，或是我们还有更多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产值的这些朋友，其实要去再有更多的政策去为他们来拟定这样子。对，谢谢欣姐。其实我们社会有一个期许啦，当然希望越来越多的老人都可以越来越健康。那国家政策好不容易要推，希望顾及的面可以广一点。最后的时间，我们请教我们的科长，其实地方县市政府是最了解地方需求了，你们自己规划能力要具备，也要有一些创新的想法。虽然中央有一些政策的方向，在地方上不足的，或者是你们自己地理条件上的一些特殊，县政府这方面的研发可能要再多加强了。那南投县对亚健康这个80%这一块，80%以上的这一块的部分，我们提供的是所谓的高龄友善的社区的一个照顾情形哈，提供敬老、亲老哈，还有提供无障碍的一个方式，让健康不老的这些老人来到我们的服务的各项的服务的一个产品。那当然，我们每一乡每一个特色不一样哈，那我们每一个结合的一个志工人力，每一个社区的结果也不一样。那我们会以在地的特色来发掘我们社区的人力，还有在地的志工人力，挹注大量的资源给这个地方来提供一个比较不老的一个优质的环境。所以那种不老社区是精神上的不老，这个方面县政府承诺还是要努力继续做哈。基本分享感谢大家都凑到安求到你共下讨论，关心大家议题，感谢大家。再会，新闻机。